內地傳媒報道，本港一個16歲少年星期一喺四川四姑娘山墮崖身亡，遺體已經送落山。本港入境處話會按當事人家屬嘅意願提供協助。網上流傳據講係登山少年滑墜一刻嘅片段，見到有人喺樹上翻滾，沿住斜坡好快滑落去。有目擊者話聽到當事人嗌救命，由於佢滑下嘅速度太快，導遊趕唔切拉住佢。網上都流傳一份文件，據講係由四姑娘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局發出，提到意外墮崖嘅係姓周嘅16歲香港少年，常住深圳市，持有往來港澳通行證，俗稱回鄉證，辦理登山手續。上星期六，佢嘅家長喺旅行社幫佢報團，第二日到四姑娘山。內地紅星新聞同埋南方都市報等媒體報道，涉事嘅少年星期一響四姑娘山景區二峰埡口發生意外，當地政府同公安等部門派人上山搜救，直到星期二揾到嗰個少年，但佢已經冇呼吸。四姑娘山由4座山峰組成，山勢陡峭，部分山峰終年積雪，而發生事故嘅二峰海拔超過5200米。本港入境處話，獲悉事件之後，已經即時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辦跟進事件，並按照當事人家屬嘅意願，提供適切嘅意見同埋可行嘅協助。入境處同埋駐成都辦會繼續同當事人嘅家屬保持緊密聯繫，積極跟進事件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。